皇家皇冠製作公司 The Company of Heaven 及其 Rescue Fruits and Vegetables 活動正在協助塔斯基吉大學的教職員工更好地裝備他們的收穫後計劃實驗室和培訓場所，並進行更新，以幫助農民、貿易商和水果和蔬菜營銷商減少阿拉巴馬州的損失和浪費。收穫後處理是收穫後立即進行的農作物生產階段，包括冷卻、清潔、分揀和包裝。塔斯基吉大學需要一些基本設備和工具，使他們能夠接觸到更多的當地種植者，並為阿拉巴馬州的消費者提供更多新鮮營養的產品。所以我們都知道 Sue， 我們社區裏有種植者，他們正在幫助我們生產我們州即阿拉巴馬州消費者需要的各種水果和蔬菜。但除了我們的種植者之外，我們在社區中同樣有熱情的人們，他們同樣在我們各自的社區花園裏種植農產品，確保人們獲得食物以供消費。然而，據報道，在我們州即阿拉巴馬州中，每6名成年人中就有1名，每5名兒童中就有1名難以獲得足夠的營養食品。與此同時，阿拉巴馬州在食物浪費方面排名第28位。想象一下，我們有糧食不安全，然後我們同樣有食物浪費。這些被確定或歸類為浪費或食物損失的食物可以通過捐贈重新利用，或者我們也可以通過其他措施來減輕它們。因此，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於種植者在各自的農場可能需要的農業技術，以冷卻和增加盈餘或有時被歸類為外觀不完美的產品的價值。Lucy Esariba 博士正在為學生、農民和當地農產品加工商提供培訓。他們的一些設備需求包括步入式冷藏室、強制空氣冷卻裝置、水冷系統以及用於測量溫度、相對濕度、糖含量和質量的基本工具。食品加工選擇可以減少損失並延長保質期，因此太陽能乾燥、冷凍乾燥和增值設備將幫助社區拯救更多的水果和蔬菜，開發新的農產品管理方案，並鼓勵小型農業綜合企業的發展。The Company of Heaven 正在尋求捐款以幫助支付這些物品的費用，這些物品將直接提供給塔斯基吉大學，供他們在減少食物損失的培訓計劃、研討會和研究活動中使用。在2025年及以後的許多年裡，通過技能培訓和參加演示，許多人將受益於提高對損失預防和增值的認識和信息。謝謝。皇家皇冠製作公司